我们学校在2015年就针对专业人士和大众做了一个生死教育的10年规划，从研究项目走进校園和社區大眾，去推動善生善死的生死觀。通過開展呢一啲嘅教育咧，我哋發現兒童同埋青少年喺我哋嘅教學活動當中咧，好有信心同埋勇敢咁樣去探討生命嘅意義咧，同埋去思考死亡嘅概念嘅。而長者嘅群體咧，我哋見到佢哋喺我哋嘅教學活動當中咧，可以好勇敢咁樣去梳理佢哋個人生啦，規劃佢哋嘅晚年要如何去度過嘅。而我哋嘅學院咧，都為咗推動安寧療護嘅教育咧，喺2019年咧都引入咗由英國聖 Christopher's Hospice 設計嘅一個全民生命末期質量照顧課程，簡稱 QOLCA。我哋希望去建立一個咧培養生命末期照護專才嘅平台，以至去推動咧澳門咧同埋大灣區嘅醫療專業人士咧，能夠更加重視生命末期質量同埋佢哋嘅專業。我哋團隊透過藝術育療課程，為公眾特別係醫療照護服務提供者、家居照顧者喺生死同埋照護議題上面進行一啲情感嘅表達，透過跨領域嘅對話同埋唔同藝術嘅呈現，去回應人嘅生老病死，讓藝術滋養我哋嘅心靈，讓我哋一齊為生命嘅深度同廣度重新定義。對於專業人士嚟講，學習生死教育係一種反思同埋自我準備，為佢哋喺未來嘅工作當中推動生死教育做好鋪墊。生死教育的內涵是愛的教育，我認為你和我每個人都是有需要的。那麼我們要在自己接受死亡、願意去準備和面對的時候去修讀，就是有最好的效果。